来看这画面哦，伫咧台中有一个师傅呢，伊伫咧安冷气的时阵，结果对18楼跋落去到2楼，落尾不幸死亡。这电器商业工会呢是徛出来认为讲，这台湾的大楼拢无留空间给师傅来作业，唔才会发生这款的悲剧。所以因是来呼吁，应该就爱守法，保障因的安全。 装一个铁架啊，就开始坐伫阁楼安冷气。穿蓝衫的这位师傅搁较勇，骹步一踏叉，连面就摔落去。几工前11月初1，台中有一位54岁冷气师傅，对18楼摔落去2楼，当场死亡。也捌伫咧港栋大楼24楼做事的冷气师傅，想起来管他心惊惊。有可能是要搬运设备，因为那个搬运设备如果没有架那个防护网的话，你要搬其实不怎么的好搬。 因为那个你机器一台大概都60几公斤，我的建议是说，那个下面最好是做那个铁网。 台湾不管是旧厝或者是新厝，真侪大楼拢无留空间予冷气师傅作业。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对民国109年到今，台湾安冷气维修通报一载案件，拢总有65件，当中有47人死亡，大部分拢是对厝顶挂墙和露台摔落来。电器商业工会希望政府爱重视劳工的安全，爱规定大楼爱留空间，予师傅有所在通徛。若无一台冷气40公斤到100公斤拢有，徛伫咧几楼安冷气，真正是用命咧做。旧的建筑物会当迄个管理委员会迄边会当互阮到替汤，还是讲安全的栅栏啊？伫新的建筑物是毋是讲伫画图深度的时阵，就把这个安全的空间留出来？我们在112年9月有一个解释函，好，那它是规定说，这个装设这个冷气维修的护栏不是所谓的《公寓大厦管理条例》第8条的所谓的那个铁铝窗，所以它是可以装的。根据公寓大楼的管理条例，若是为着安全考量，民众会当设一个抗冷气的铁架啊，除了预防冷气落来，也会当予师傅有所在通徛。内政部指出，根据规定，社区袂当拒绝施工防护的装置。也若劳动部是回应，治安署有委托协会研究相关的作业指引，来维护劳工的安全。记者陈阿选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